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顶礼拜有分享玛利亚受到上帝的呼召，承担上帝交代伊的使命，成做耶稣的老母。伊也用伊一生的忧愁甲痛苦来回应这个使命。咱顶礼拜有分享到伊伫婚姻顶面，伫囡仔出世了后，伫家庭生活，伫伊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充满真侪忧愁痛苦。我相信大家若看见到伊遐尼艰苦，大家一定感觉真奇怪，伊为什么无互遮苦痛拍败？反倒当是成功破案伊的角色。这是因为伊掌握伫人生中间得胜的秘诀。咱顶礼拜已经有分享过，玛利亚得胜的第一个秘诀就是仰望上帝。今仔日咱要对咱所读的经文，继续来思考伊得胜的秘诀，以及玛利亚所享受的喜乐。伫要领受上帝的话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，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；透过你的话，阮会当更新调整阮的生命。主啊，阮即时要来静静来听你的话，求你修使阮有智慧。会当互阮真实明白你的话中间的奥秘，也修使阮教家的信心，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的性命，也领受对你遐来的福气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我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玛利亚所吟的一首诗歌。咱传统上来称作玛利亚的尊主颂，尊主颂。咱要对这首诗歌中间，就是玛利亚所吟的这诗歌中间，来探查玛利亚所得胜的秘诀。咱顶礼拜已经讲过，伊第一个秘诀就是仰望上帝。其实要仰望上帝，要倚靠上帝。有一个真重要的要件，就是咱要认捌上帝。所以玛利亚第二个得胜的秘诀，就是伊对上帝有够野的认捌。亲像伊人生中间拄到遮尔侪苦痛的人，若毋是信靠上帝，真正无法度超越过遮的苦痛，过完伊的一生。要信靠上帝，真重要就是爱认捌上帝。这无师父大家讲过几啊遍啦，咱认捌一个。新认捌一个朋友，咱对伊无了解，对伊的背景无了解，对伊的言行无了解，毋知影伊这人到底讲话够守信用无？咱无可能马上信靠伊啊！咱就是爱甲伊交陪一段时间了，深入去了解讲这人讲的话甲伊的行为够一致，这人伊对人的态度是安怎？伊的性格安怎？如果真正是讲话拢一致。而且，阁有愿意去帮助咱的心，咱拄着问题、拄着困难，才去信靠伊，甲咱求伊来帮助咱。咱咧交陪朋友拢是安尼，何况是咱所信仰的上帝。如果咱若对一个人信仰认捌无深，咱无可能去信靠伊嘛。咱对咱信仰的对象上帝认捌无深的话，咱嘛无可能。完全信靠上帝，但是玛利亚无共款，伊对上帝有够野的认捌，伊知影伊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上帝，所以伊唱歌学了上帝讲，迄个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伊的手骨施展大能，迄个骄傲的人心内咧梦想的时阵，伊就将因赶散。这上帝有权柄，上帝有权柄。会去影响人的一切，所以玛利亚知影讲，伊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上帝，伊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有能力成就美好计划的上帝。这是伊对上帝的第一个认捌。然后伊佫知影，这上帝毋单单是有大能力，这上帝佫是有怜悯的上帝。所以伊唱歌学了上帝讲。因为伊顾念伊女婢的卑微，伊
伊人民敬畏伊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为了纪念阿伯拉罕甲耶和华的，使人民直到永远。所以，伊用这首诗歌咧见证一件代志，就讲上帝毋是干那有权能尔，伊阁对伊所创造的百姓充满怜悯。所以，上帝会去详细去注重咱的苦难，注重咱所流的每一滴目屎。因为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，毋简单上帝有大能力，毋简单伊有怜悯，伊阁是一个守信用的上帝。所以玛利亚俄罗上帝讲，伊应咱的祖先，信守伊的应允，辅助耶罗波以色列。伊顾念阿伯拉罕，伊大施仁慈，以及教伫伊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所以玛利亚见证一件代志，上帝是一个守信用的。伫历史中间，伊看见着因传因的上帝是完完全全的实践伊应允的上帝。所以，伊对上帝认捌是遐尼深，知影上帝是有这三要件。那这三要件是非常重要呢。为什么？咱若交陪一个朋友，咱知影这个朋友对人有真怜悯的心，阁真守信用，但是这个朋友无能力，所以咱拄着困难，咱去找伊嘛无能力通帮助咱。有的朋友是安那，有能力，阁有怜悯的心，但是讲话无守信用。咱交代伊的代志，伊可能还袂记记。阁有可能是伊有能力。阁守信用，但是对人无关心、无怜悯。这种人，这三种人拢无法度，咱会当信靠伊。只有有能力，阁充满怜悯，阁会当信守伊讲的话、守信用的人，咱才会当专心去信靠伊嘛。咱所信仰的上帝就是这款的上帝，伊是一个大有能力、阁慈悲怜悯、阁守约无失信的上帝。所以，因为玛利亚有这款真清楚的认捌，所以伊拄着困苦的代志，伊就是靠赖上帝，倚靠上帝。伊知影上帝会替伊解决。所以，认捌上帝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中间包含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咱有真侪人信主真长的时间，咱对上帝认捌安怎？有人感觉讲，上帝个像我真信嘛，我逐礼拜拢咧敬拜伊，但是感觉个像佫有一点仔切分，无真清楚。咱要真认真、真严肃去看待咱的信仰，想要去认捌咱所信奉的上帝。认捌上帝是得到福气的第一步。伫旧约圣经中间，咱看见着真侪先知咧谴责以色列百姓。因袂记起上帝，无认捌上帝，至到安那得罪上帝。新约圣经中间，耶稣嘛安尼讲：我是好的牧者，我认捌我的羊，我的羊嘛认捌我。其实咱拢真清楚，认捌上帝哪深，对上帝信靠就哪深；认捌上帝哪深，对上帝献身也哪深；认捌上帝哪深，咱得到上帝帮助就哪深。而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真重要的点：为什么玛利亚会遐尼认捌上帝？这是因为伊对旧约圣经非常非常的熟。咱若详细来看，尊主上就是伊所吟的诗歌，伫观念顶面，毋是出自玛利亚家己创造的，伊是对真侪旧约的经文中间来摕出来。咱若详细看，中间包含撒母耳记、约伯记、诗篇、以赛亚，就是包含咱所讲的历史册、先知书、智慧文学。所以玛利亚可能自细汉就伫一个真好的信仰教育的下面成长，所以伊心中有将上帝话记伫伊心中，然后伊对生命中间去印证，上帝就是这款上帝，大有权能，满有怜悯。佮信守，佮是一个守信用的上帝，所以伊对这圣经中间真深入去了解上帝。
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是上帝予咱上介好的礼物，因为伊让咱启示了上帝本身，予咱能透过圣经来认捌伊。所以伫这疫情中间，我想咱甲别人的交陪可能时间减少，咱出去外面游山玩水的时间可能减少。安尼，这疫情其实会当带予咱一个真大的祝福。就是咱有较侪时间用来研究上帝的话，咱有较侪时间安静落来读上帝的话。我相信这对咱的生命有真大的帮助，因为你哪读上帝的话，你对上帝的心意就认捌哪深，咱就哪深刻伊。伫咱困苦的人生中间，咱就知影讲爱挖过这个上帝。咱看见着玛利亚，毋是简单的意识顶面认捌上帝，伊个实际上伊也顺服上帝，所以这是伊得胜的第三个秘诀，就是伊甘心顺服。伊认捌上帝，认捌了够深，所以伊就专心顺服上帝。所以第二诗歌中间的第一句，伊就讲啦：“我心尊主最大。”尊主最大是顺服的第一个要件。伊承认上帝是主。伊是女婢，这就是咱来去学习的。上帝是咱的主，咱是伊的奴仆，咱是伊的女婢，凡事拢爱听主人的命令。尊主最大就是对主的敬畏，将主当作咱生命中间的主，愿意专心顺服伊的话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毋是伫意识中间，伫喙内底讲尊主最大。伫实践中间，咱就是用顺服来见证咱尊主最大。有真侪代志，咱拢讲咱拢看上帝的意思，看上帝的意思。但是有真侪拄着真侪情形，咱拢讲这件代志我家己做主我来做主。到底是上帝要做主，还是咱家己要做主？咱要分好清楚。所以咱的信仰生活中间。咱真正爱透过读圣经去了解上帝的心意，然后遵守上帝的命令、意念，安尼叫做顺服。所以，因为玛利亚尊主最大，所以伊甘心顺服。所以，伊对天使的回应就是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婢，愿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中。”咱看见着圣经中间，玛利亚伊一生拢是安怎？接受上帝的旨意，拢是将伊所看到、所领受的，放伫心内，反复去思想，然后完全顺服。甘心顺服是每一个上帝的百姓、上帝的子民爱学习的。甘心顺服原因是，咱愿意仰望上帝，因为咱确信上帝是照一个成就应允的上帝，所以咱不管人的想法安怎。咱就是跟对上帝的旨意去行，顺服伫上帝的带领下面。要顺服上帝，顺服上帝了，毋是讲咱一生就一帆风顺啊，一切拢顺利，毋是安尼。顺服上帝了，咱也会拄着真侪艰难困苦，亲像玛利亚同款。那安尼，咱就爱信靠上帝。伫圣经中间，咱发觉玛利亚伫面对人生的苦难。因为伊顺服上帝，拄着真侪困难，但是伊用信靠上帝做超越过这忧愁艰苦的方式，这是伊得胜的第四个秘诀。玛利亚甲咱同款，伫信心的道路顶面，伊依然有真侪交易，真侪无明白的所在，有时也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安怎，但是伊就是信靠上帝。用信心去超越，伊对这个代志无了解。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信心，甲世间人的信心上界大的无共款，就是咱信仰的对象无共款，咱信心的对象无共款。一般人信仰的对象常常是这世界，也是讲信仰家己，但是咱耶稣基督的门徒信心的对象是上帝。咱知影信心的对象会决定信心的价值。
其实若经历过人生了后，你就当了解讲，有偌济代志拢证明讲，人是无通靠的。有时连咱家己本身上界至亲的人，包含咱本身嘛无可靠，都是上帝是信息可靠的。信心是上帝给咱的恩赐，爱操练忠进，哪操练咱的信心就哪坚强。咱的生命中间，可能有真侪代志咱未当完全理解，有时真正毋捌明白上帝的意思是安怎。咱有时特别在疫情中间，有时咱会想讲，上帝为虾米会互咱拄到这个代志？为虾米有人会破病？为虾米我会拄到这个艰苦？咱可能无法度完全明白，但是咱应该要学习，亲像玛利亚同款，用信心来超越过咱的无理解，而且伫这个超越的过程中间，咱就赢过这个困境。人生难免的拄到患难困苦，伫患难困苦中间，爱学习仰望上帝，倚靠上帝，因为在咱人看是困难，但是上帝凡事拢会使。咱倚靠上帝来超越过咱人生的困境。顶礼拜咱提起到玛利亚的忧愁甲艰苦。玛利亚虽然生活伫真侪困苦中间，但是因为伊学习会晓仰望上帝、认捌上帝，而且将上帝的旨意放伫心中，反复去思考，甘心顺服，然后完全信靠，所以就超越过人生的忧愁甲艰苦，而且得到真正的喜乐。伊喜乐表现伫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就是伊诚做主的奴仆、主的女婢的喜乐。伊生命中间有一个极大的喜乐，就是互上帝去使用伊，所以伊生命变做有价值。咱若常常伫这世间，拢想家己的代志，追求家己的成功，有一天这个物件拢会离开咱。但是如果咱若愿意互主所使用，咱的生命迄个价值性就完全无共款。玛利亚伊诚做上帝女婢，所以伊的生命展现甲一般的女子无共款的生命。这历史上只有一个人，诚做耶稣基督的母亲。上帝是一个创造咱的上帝，伊创造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互咱人的生命会当丰富。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互上帝做咱的主，咱做伊的奴仆，完全属于伊。这种生命是有愿望的，互上帝使用是一种荣耀的代志。其实咱一生上较荣耀的代志，乃是咱被上帝使用，参与伫圣工中间。这是这一个牧师会当深深去体会到。我相信在座有真侪同心咧服侍的兄弟姊妹，你都嘛当见证。咱一生中间其实上较荣耀的是，咱发觉讲咱遮尔卑微的人，上帝使用咱，互咱会当参与伫伊的圣工，互咱即个器具变成做无共款。最近咧读这马该的日记。咱会当看到一段记载，马该是伫1872年的3月初9，伊对台湾的南部，因为伊去南部的时候，发觉有人咧宣教，伊听讲北部无人咧宣教，所以伊就坐船，坐到淡水的所在落船。3月初9，伊的日记安尼写，伊讲1872年3月初9。约下晡3点，船入淡水港，而且下锚。伫这个所在，我被深深感动。我马上立定决心，这就是我一直咧等待我的宣教区。咱今日去到迄个淡水的所在，咱会当伫迄个码头的所在看一个雕像，马该跪伫遐咧祈祷。还有一只伊坐迄个小只船啊，内底放一卡皮箱，其实是，但我要来讲是2卡皮箱啦。
伊来到这个所在，伊讲：伫我进前无人伫遮服侍。伊讲：逐日学乐的上帝啊，我的心欢喜到真想要欢喜到鼓掌。美丽淡水，我的心实在感动。我咧看伊这段记载的时候，我是心中开始非常非常感动的，当感受到迄马街迄个心情。伊一个人来到台湾的北部，伊要开始伊的宣告开业。一般人拢感觉讲啊，这是一个未知的，我的未来是完全无法度掌握的。这所在的人会安怎去对待我？这所在的人敢会欢迎我？敢会欢迎福音？这所在的人安怎看一个外国人？伊无咧考虑这，伊看到讲这是我的宣教区，我要开始展开我的宣教工作。上帝要使用我伫这个土地顶面服侍工作。伊看到美丽的淡水，伊看见上帝的呼召，伊讲伊心中欢喜啊，想要拍扑啊来庆祝，因为上帝开始使用伊，要伫这个土地工作。经过1个月了，伊日记安尼写：4月13，我搬入去我家己租的厝，并毋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大家讲想讲搬厝足困难的，物件足济嘛。讲除了2个双木箱以外，无别的物件。我无门床，无椅仔，无桌啊。但是我有一间家己真简单细间的厝，伫遮比住伫迄个真水的厝无自由搁较好。马街搬去一间细间厝，一间细间厝是真简单的，连眠床、连椅仔、连桌仔拢无。但是伊伫这间厝顶面看见着未来，伊想讲这间厝将来有人会入来内底，甲我做伙读圣经，做伙吟诗歌，做伙敬拜上帝。这间细间的厝，未来大家会当自由伫遮听上帝的话，自由敬拜上帝。所以伊讲啦，伊讲伫我一生中，从来无比现在更加快乐的时刻。咱一般人，咱若搬去一间厝，拢希望讲较舒适的、较稳定的、较好徛起的。但是无看去遮，伊讲遮拢无重要。我现主是一生中较无比即马较快乐的时间，因为我要开始我的宣教工作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你敢有深深被这段日记中的文字所拍动。马可用极其兴奋的心情来描述伊要展开的服侍工作。伊想起着上帝国的时间要开始啊，上帝交代伊的使命要开始啊，伊内心非常欢喜。这就是真做主的萝卜的喜乐啊！如果你若要谈到这款的喜乐，你也爱亲像有马可同款。无看起家己的需要，只看起讲上帝啊，请你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具来荣耀你的性命。我想玛利亚是安尼，马可嘛是安尼。咱中间愿意服侍的人，你也当谈到这款的喜乐。咱继续来看，为什么咱互上帝使用会成做咱的喜乐？因为咱是参与了一件介重要的代志。就是参与伫上帝救赎的事工顶面，玛利亚上介大的喜乐，就是上帝借着伊来完成上帝救赎世间人的工作。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啊！咱一生所求的，敢毋是就是安尼啊？检查你会问，这机会都叫玛利亚抢去啊！我要安怎？咱会当参与伫上帝救赎工作是安怎？当然是认真分享福音嘛。咱只要愿意认真分享福音，用咱的生命做见证，引带人来到上帝面前，这就是参与上帝救赎的工作，这就是充满喜乐的代志。我记得我当到教会服侍，有机会陪同信徒做伙成长。
大家做伙合力分享福音，互一寡未明白的人，因为安尼来明白上帝。我永远袂记得，我做牧师第一遍伫教会中间主持圣礼典洗礼的时阵，迄种心中迄种兴奋快乐的感受。咱知影牧师要洗礼的时阵，拢洗礼人会来到面前，然后牧师用水来洗礼。这时阵我拢会请信徒徛起来，对无？因为这是一件大家做伙见证的代志。我讲我用水来某某某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正信徒拢讲阿门，因为咱同一个快乐。我记我伫富强教会第一遍主持圣礼典洗礼的时阵，迄阵已经2年外无牧师，所以我去的时候总共有19个信徒做伙要接受洗礼。我其实我迄天的题目，我还阁清楚记牢。我是用路加15章3个譬如去讲一个题目，叫做“有够欢喜”。我讲这件代志有够欢喜，因为天顶甲地面拢做伙咧欢喜。我欢喜到甚至我替因洗礼了后，我心中真激动，了要收圣餐。阮是洗礼了，去收圣餐。我煞袂记得讲是要想要食饼，还是要想要啉杯，因为我心中是非常非常欢喜的。这种感受是无法度用言语所表达出来。也是每一遍代表小会主持圣礼典洗礼，接纳兄弟姊妹进入教会，我也是有同款的感受啊！上帝怎样遐尼奇妙，会当使用我遮尼卑微的人，带互别人祝福？这是何等大一种荣耀啊！这种欢喜是无法度用嘴讲出来，这是参悟上帝救赎的一种喜乐。这拢是咱的需要，咱应该爱投资咱的生命来做这件代志。最后，咱来看玛利亚的喜乐。玛利亚一生充满了人所看到忧愁痛苦，但是上帝互伊伫每一个痛苦中间，拢去谈到上帝稳定的喜乐。咱来看，咱顶礼拜讲伊有婚姻顶面的忧愁对无？但是上帝互伊上介好，而且明白真理的丈夫，互伊当接纳，会当顺服上帝的话。囝生落来了，受到迫害，爱四界流离去流浪，这种的迫害，上帝互伊上介好的引带，互伊每一遍拄着危险，拢无受伤。虽然有经济顶面的要求，但是知足的心互伊安然度过。虽然有亲情骨肉分离的痛苦，但是上帝的听，互耶稣基督所有的门徒，拢吃出伊的儿女。这就是上帝互伊上介大的祝福。伊人生充满了苦痛，但是伫每一个苦痛中间，拢有上帝加倍的稳定，互伊伫苦痛中间去超越过人生中间的艰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互伊上介大的祝福。咱对玛利亚这个看来平凡的妇人人顶面，学到真重要的信仰功课，就是安怎伫这个充满忧愁痛苦的世界，利用对上帝的信心来改变，互忧愁化作喜乐，互痛苦变作甘甜。特别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拢会拄到真济咱无法度料想的危险。有人可能因为安尼因为这疫情的扩大，咱可能会染病、会确诊。但是这过程中间，求上帝互咱上介大的保守。有人可能会拄到真济经济上的困境，咱求上帝加添咱开力，互咱有智慧去超越过咱这困难。特别是上帝互咱有教会，
而伫即个时刻，会当用彼此的相听、互相的鼓励，来度过这段上界困难的时刻。我相信无偌久了，咱会当过正常的生活。伫每一天，咱拢爱用乐乐、用欢喜来面对咱的人生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愿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看顾阮每一人，阮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求主亲自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无论得时无得时，阮拢愿意用阮的生命来学乐你。因为主，你是大有权柄，你是充满怜悯，你阁是一个有信用的上帝。恳求主，你将玛利亚对你的瓦靠的信心加倍赏赐予阮，互阮伫即个非常的时刻，有缘得到你的看顾引带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